我头一摆来固定教会伫遮甲大家请安也搁讲道。今仔日的故事其实是大家足熟悉的一段的一个故事，就是以马忤的路。咱知今仔日即个以马忤的路是发生事件，是发生伫耶稣受难国外的头一日。即场话是伫讲耶稣甲两个门徒因伫讲话。伫经文内底甲咱讲，以马忤离耶路撒冷的距离约略是25里。若是讲咱即马照恁即马的即个标准来讲，就是11公里。毋知影大家知影，对咱教会到公馆的即个夜市，差不多有偌长的距离无？大家有想过无？哈？毋捌想过吼，有人讲1-2公里，吼，敢有遮长？我去 Google 顶面吼，若是对即个罗斯福路吼来安尼算，照安尼算，差不多1公里左右。所以若是咱若是讲即个以马忤的即个故事，其实伊讲发生伫即条路的顶面。即条路有11公里。若是咱直行11公里，就若亲像讲咱对咱的教会到即个公馆迄个所在，然后11倍，也就是算起来吼，算起来差不多2点半钟。因为照我的我行路的速度，对教会到公馆迄个所在差不多行路15分钟，所以15分钟的11倍，差不多是2点半钟。所以今仔日的故事，伊发生伫即个2点半钟的中间，有长无？有人讲有，有人讲袂啦，无长啦。咱讲这2点半钟对咱的性命来讲，其实是足短的。总是对咱的信仰的性命，这是啥物意义咧？啥物意义咧？所以咱对故事的主要的主角有3个人，有3个人，一个是耶稣，阁有2个门徒。所以咱为即个人的角度、人的即个情绪、心情来去讲即段的故事。咱讲门徒，即2个门徒的想法，伊的心情是想看是啥物款的？咱想看觅，若是咱是迄2个门徒，面对即位咱一向伫军队相信，咱认为伊是老师，伊是有权柄的救主，竟然伫3工前去互钉死伫十字架顶，然后阁有妇女甲因讲因有看到天使显现。耶稣国外，总是有人去求证去看，是啦，有看到空的坟墓，总是无看到国外的耶稣。想看觅，咱会感觉安怎？我想，咱的反应可能是怀疑。什么是怀疑？怀疑讲真的吗？耶稣明明就伫阮的面头前钉死啊，而且阁有士兵摕迄个矛，甲伊刺伊的身躯，确定伊已经死啊。毋过，确实有阮的同伴负责人甲阮讲耶稣国外，真的吗？真的也假啊？也是讲，才会讲耶稣国外的人，伊破病啊，伊有幻听。有幻觉，伊应该去看什么科？精神科，是毋是？可能咱的心肝底会安尼想法。第二，咱会感觉可能检查咱会感觉
真沮丧。沮丧的台语，无师有上网去查吼，伊讲是懊恼啊。有听过人讲这个词无？懊恼，吼，懊丧的懊，懊恼，吼，沮丧。也是讲，咱一向所相信的，即马变成空啊。咱认为军队耶稣，咱有可能功成名就，可能来去升官加爵，对无？伊若是建立一个国度，至少我嘛通成做一个将军。也是讲，伊若成做一个王，至少我嘛有啥物一个官通来做，总是即马拢无啊，拢空空啊。咱要安怎？过来就是可能这个温度会感觉真悲伤，感觉真失志。原本想要做的所有代志，因为咱的领导者、咱的老师耶稣死去，所以就拢完全落去啊。阁有感觉真忧愁，等等的。咱看遮个情绪、遮个心情，完全拢是一寡安那，足负面的、足乌的、黑暗的遮个情绪。总是耶稣面对即两个面有忧容的温度，咱看耶稣伊做啥物代志？头一个耶稣陪伴因。耶稣陪因行这11公里的路，一直到因的目睭看见，认出真的，伊就是耶稣，是阮以早所跟的迄个老师，是迄个阮认为的救主。第二，耶稣听因。伫咱的经文的中间，咱看分别伫个第17节到第19节的内底。耶稣讲：“啥事咧？”咱想看觅，当咱平常时咧讲话讲啥事咧的时阵，是毋是就是咱想要了解发生啥物代志？咱要听咱所问的对象，甲咱解说有啥物代志发生。所以咱讲耶稣伊听温度，伊听因的心。伊听伊的话，因无耶稣无因为温度的这个失志、忧愁来甲因骂，讲你哪会遮尔啊无信心？无甲伊指责，伊无真紧决定讲随时来决定，也是随时来处理即马的情形，反倒转。伊是关心这温度，啥事咧？恁啥事遮尔艰苦咧？过来耶稣做啥物？伫第25节到27节的中间，耶稣教导。耶稣用上帝话来教导温度。伊讲啥物？伊讲恁的心哪会遮恶心咧？这毋是上帝讲的吗？这毋是已经记载伫圣经顶面所讲的吗？所以耶稣教导才会温度。最后，耶稣伊真有耐心听候。听候啥物？耶稣伫教导了后，伊无马上离开温度，是当温度要求耶稣继续陪伴因的时阵，耶稣讲好，甲因坐倒，甲因做阵啉食八饼啉食，一直到温度认出耶稣为止。伫遮特别，咱爱知耶稣的八饼，毋是即个守圣餐。是耶稣伫八饼的中间，温度认出伊，因为耶稣甲温度，因是常常生活做伙的。通过耶稣甲因啉食甲八饼的即个动作，
温度，因才想，哎呀，伊的动作哪会遮尔啊熟悉？感觉哪亲像伫个倒位啊看过。所以，咱会知耶稣伊即个擘饼、即个啉食甲圣餐无共款。伊这是要甲咱讲一件事，就是伫个日常生活的中间，耶稣伫日常生活的中间，去互门徒发现耶稣即个伫个以马午的路上，甲因讲话的即个无熟悉的人，原来就是因所相信君帝耶稣。所以，这甲咱提醒一件非常要紧的事，就是信仰是非常生活的。信仰是一个生活，信仰毋是讲当我是徛伫个台仔顶，也是讲当我伫教会内底，也是讲我伫个团契的中间，伫个一群基督徒的中间，我才是一个有信仰的。信仰伊是一个非常生活，是伫个生活的中间。信仰伫倒位？信仰是伫个咱的厝呢，伫个咱做事的所在、工作的所在，毋单单是伫个祈祷的时阵，也是伫个咱行路、咱讲话、做代志的时阵。信仰是生活，伊是一种生命的展现。所以，伫日常的生活的中间，通过今仔日的故事，咱受到提醒，主要甲咱三甲伫地。主，伊是伫咱讲话的时阵，伫咱行路的时阵，伫食饭的时阵，伫唱歌的时阵，伫咧厝里的时阵，伊24点钟甲咱三甲伫地，是通过主用安尼生活中的即个陪伴，伊要换新咱的生命，要互咱的心因为伊搁再一摆火热起来。以马午的路是门徒的心上黑暗、上无愿望的所在的日子，总是伊却真侪甲耶稣建立新的关系的时阵，即个新的关系，毋是施跟受，毋是上对下，毋是主人甲奴仆，是咱对伊讲出咱心内的话，是伊对咱的接纳，伊对咱的回应，对咱的聆听，谈判的关系。咱发现，伫个行以马午的路上，门徒虽然经历信仰顶面上痛苦的时阵，总是嘛是伫即个时阵，因为耶稣的加入来真做经历上即个信仰顶面的改变、跳跃、跳级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当咱回想咱信仰的即个过程的时阵，定定是毋是都是伫个上痛苦的时阵，家己的信仰有一个上大的即个成长吗？基督徒要行的方向，毋是日头落去的所在，是日头起来的所在。基督徒要行头前，毋是行迄个黑暗的暗暝，是行日头出来的早起。是充满望
甲各种可能的未来。面对即个因为忧伤、失志、佮失望，伫个伊妈五的迄两个人，伊无发现遐个愿望，爱等到耶稣甲因三甲伫地，耶稣陪伴因、教导因、听因、等因，伊才会用发现上帝家己对上帝来充满愿望甲光明的未来。这是戴德生牧师地德生牧师吼，即个较老的顶面一个地德生牧师，伊家族伊有讲一个见证，就是伊的干仔孙，就是即个活出不一样的生命，吼，戴少珍吼牧师，伊伫分享，伊讲1941年的时阵，迄当阵日本轰炸珍珠港，吼，迄当阵伊的老母，迄是伊的老母一生中上痛苦的日子，因为伊知影伊的4个囡仔，两个查甫，两个查某，就是伫个即个山东烟台迄个所在，迄当阵山东是日本所占领的。迄当阵伊知影即个日本受到即个轰炸的时阵，伊足惊吓的。伊知影伊的囡仔搁伫咧山东迄个所在，袂赴走出来。伊足艰苦的，因为伊看到报纸讲日本轰炸珍珠港，所以伊就无心甲任何人来讲话，伊就想着伊的囝，伊已经艰苦到讲袂出来，所以伊就去房间，伊规日伫哭，伊连祈祷。